怎么了这是？奴婢刚刚看奶妈给小皇子喂奶，小皇子哭得那个凶啊，一定是在说我想父皇啦，我想父皇。奴婢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我这儿可真没藏人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，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。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。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见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秦胜啊，秦胜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，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！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赵王答应了娶绿篱？我使手段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我们绿篱聪明大方、美丽动人，赵王才会被绿篱给迷倒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。他的命就如此重要，让你不惜与朕作对。重要。我保的不仅是条人命，还有我的良心。良心？你对朕可曾有过良心？且不说良心，你对朕可用过心吗？我这人做事一码归一码，对我好的人，我都会用心回报。你这是说朕对你不好？张鹏鹏，从今日起你……禁足是吧？我懂。您回吧，禁足这种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张鹏鹏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，这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娘娘，皇上那边这几日都没什么动静，事情想必就这么过去了吧？您还在愁什么呢？你那件事儿算是过去了，不过这几天啊，我又想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其实那天故意说他去了幽兰殿，这就说明他要动张家了，也要动我了。很可能先是废了我皇后的位置，让姜氏来取代我。娘娘，那天奴婢一直在，没听皇上这么说呀。听话要听里面的意思，不是来听热闹的。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想出一个扳回局面的好办法，所以心情不美丽了。都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帮您。要不我把各宫的娘娘们都请过来，陪您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这或许是个好办法。哎，这时候找女人过来跟我玩玩乐乐，或许还能让我解解闷儿。哎，快去，把他们都叫来。快去，都叫来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看我今天的这个胭脂，昨儿都买的新款，上去，立正。李成辉声音嗲，王昭训腿长，黄良源胸大。哎呀，陈良娣脸蛋儿漂亮，真是难以抉择呀。娘娘，您怎么不请大家入座呀？啊，对，
姐妹们，坐。黄良人，坐我边上。还是皇妃身娇体软，全面发展，我最喜欢了。妹妹们，玩这个游戏啊，坐在我这个位置啊，是最不划算的。所以啊，我怎么能让妹妹们吃亏呢？来，开始吧！游戏开始。早知道就坐在陈妃旁边了，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占我便宜？谁占你便宜啊？你胸还没我大呢！你的蛋！你个假胸！哎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咱们继续。来。太好了，终于轮到你家了。哎，你们俩磨叽来磨叽去，到底亲不亲啊？恶心死了！王妃，终于要到我了。没法玩了，人家又没吃大蒜，你肯定吃了。我没有，你看看他，这就吃大蒜了。你没有，肯定吃了你。